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，咱搁要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的顶需要油。我的顶需要油是一首大家拢真熟的儿童诗歌。伊歌词是安尼写：我的灯需要油，求主常赐下，使我灯永远发亮光。我的灯需要油，求主常赐下，使我灯发光到主作王。这首诗歌将咱的生命比如做一拍电火，需要油，才咱的生命才会当发光。但是如果若拄到油将要烧完，灯将要火去的时阵，这种实在是咱人生生命中间真大的困境，因为无油的灯是袂当使用的。如果若拄到这款的情形，咱要安怎去面对？这是牧师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信息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阮这个时刻要用谦卑敬虔的心，祈求你赐落你的话语，也求你赏赐阮有一粒专一的心智，来领受你的话。也恳求主你赏赐阮属天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，也赏赐阮丰盛的信心甲听心，因为阮相信，阮若照安尼去行，确实会当得到祝福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，记载先知以利沙帮赞一位寡妇的故事。这个妇人人，伊的先生过去是一个先知，但是已经过身，佮留了一大堆的债务。债主就问要来讨钱，因为伊无钱通还，所以这个债主要将伊两个囝掠去做奴才。这妇人人走投无路的时，伊只好来找先知以利沙帮赞。一开始，以利沙就问伊讲：“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？”接着，伊佮问伊讲：“恁厝内底佮有啥物款的物件？”这个妇人人就回答讲：“阮厝内底只有一小罐的橄榄油。”咱对于伊的对话中间，咱会当知，这妇人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丧向。以利沙都爱这个妇人人，甲伊两个囝去因厝边头尾借较济这个短物件的器具，然后等伊到厝里将门关起来，然后甲将厝内底唯一的一罐油倒伫这个借来的器具顶面。结果因为上帝恩典，产生了新的。这小罐油竟然倒满所有的器具，结果这个妇人人甲伊两个囝，就将这油摕去卖，所得到的钱就够也还掉债务，而且佫互因会当继续生活落去。以利沙借着上帝的恩典的帮赞，互伊这个妇人人甲伊两个囝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咱会当对无同款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，有一寡信息会将焦点集中伫上帝借着以利沙所行的神力，也有一寡会集中伫这个寡妇的信心甲顺服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，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甲咱生命有关系的代志。因为咱基督徒的生命就亲像一拍油灯同款。耶稣安尼讲恁是世上的光，有人点灯去放伫兜的，一定放伫灯台顶，通好照亮全家的人。但是灯若无油，灯就失去作用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特别伫这段疫情哪来哪严重的时刻，牧师相信有真侪人拄好忝伫迄个生命的困境中间，兼且
有人因为疫情的缘故，咱的工作受了影响，也因为安尼伫经济上的收入减少，也有一寡人伫人际关系受影响，伫家庭顶面受影响。我相信更较侪人伫迄个心灵顶面受了影响，无真实的平安。请咱会记住，如果咱的生命若失去能力，就亲像顶无油同款。所以咱特别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做伙来思想，安怎互咱伫要发起的灯火，搁一遍充满油。首先，咱来明白，生命中间的油是来自上帝亲自供应，咱应该爱常常介意个人来得到供应。这个妇人人，圣经无提起伊叫啥物名，连丈夫的名嘛无记载，是一个真平凡的家庭。这个妇人人遭遇到真大的困难，丈夫过身，留落债务无法度还，所以债主要来掠伊两个囝去做奴仆。这可怜的妇人人，丈夫无去，财产无去，连两个囡仔也要离开伊，真正是一无所有。会当讲是家破人亡，非常的凄惨。我哋差不多强要无愿望。但是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同咱讲，受伤的芦苇伊无压止，要花的灯火伊无分析。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的确怜悯咱的困难。圣经中间箴言也安尼讲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瓦靠，伊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上帝是咱的瓦靠，是咱的避难所。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独投靠伊。咱会当看见圣经中间上帝对困苦人的怜悯。当咱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毋通袂记得爱仰望上帝，伊是咱主爱的阿爸爸，咱会当专心倚靠伊。这个妇人人拄着困难，伊知影会晓去倚靠上帝，所以伊去找上帝的奴仆以利沙。当伊哀求以利沙的时阵，以利沙问伊讲：“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？”其实，咱若详细看圣经，咱会发现到圣经一再出现真类似的话。当以利亚要被上帝接上天的时阵，伊捌问以利沙讲：“我被接去进前，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”伫新约圣经中间，耶稣也捌问失明的巴底买，安尼讲：“耶稣讲，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”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是一个供应者，伊愿意供应咱真正的需要。那安尼，明得到上帝的供应，就是爱常常甲伊连结做伙。圣经中间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，伊讲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是树枝。迄个常常甲我结连，我也常常甲伊结连的，的确结真侪果实。因为若无我，恁就啥物也袂当做。”这段话同咱讲，离开主耶稣基督，咱就袂当结果子，亲像顶无油袂当发光同款。一个人信主了后，就要继续连接伫主内底，咱会当源不断去支出主所享受的咱的力量，这就是种能力的交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特别伫疫情也未煞的这段时间，请各位兄弟一定要时常甲上帝结连，袂当因为安尼过头放松去。咱知影早期的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压迫，伊嘛袂当公开聚会，因早期的信徒无因为安尼来放弃信仰，反倒等是更较密切甲主结连，靠着坚强的信心，专心倚靠上帝来度过这个挑战。任何困难挑战，拄拄是考验咱的信仰的时刻。如果甲初代教会比较起来，咱伫这个时代的人实在是加倍幸福，因为咱有网络，咱有手机啊，会当互相联络、互相鼓励。牧师团伫这段时间中间，有缘的伫网络顶面陪伴大家，
每一天拢有信息的分享，请大家做伙用心、用敬虔的心，每一天甲主亲近结连。那安尼，咱就当得到上帝能力的供应。接下来，咱继续来看，看上帝安怎解决欠油的这困境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以利沙接续问这妇人人讲：“甲我讲，恁厝内底佫有啥物款的物件？”这寡妇回答讲：“我只有一细罐的橄榄油，以外啥物拢无啊。”当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阵，伊真容易放弃希望，感觉上个性啥物拢无啊，啥物拢无望啊。这个时阵，以利沙提醒寡妇去看你敢有啥物。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嘛应该爱检视咱手中还有啥物。对圣经中间，咱会当看见，上帝咧做代志真奇妙。虽然咱知影上帝若要成就一件代志，伊家己会当成就，但往往上帝欢喜咱人参与伫即个新约中间。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咱会当看到类似的代志发生。耶稣咧行新约的时阵，伊真欢喜人会当参与伫即个中间。伫互5000人食饱即个新约中间，圣经是安尼描述的：讲黄昏的时阵，门徒来见耶稣，对耶稣讲：“天色已经暗啊，这个是一个偏僻的所在，请互大家散开，互因家去附近买食物来食。”因为门徒看见着军队耶稣的人真济，啊天色佫暗啊，拄着食饭的问题，所以伊就建议耶稣，互军将散去，家己负责家己的暗顿。当然，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但是耶稣显然无同意因的看法。耶稣讲：“恁互因食。”咱要注意，而且耶稣并无讲我互因食哦，耶稣是讲恁互因食。然后耶稣接续讲：“去看恁有偌济饼。”因去查过了，讲阮有5块饼2尾鱼。而且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信息：耶稣看重咱的奉献。虽然只有一点点啊，但是上帝会当成就超过咱会当想象的大事。咱当然相信，检测耶稣无5块饼2尾鱼，伊嘛会当互5000人食饱。但是伊也是邀请门徒进入这个新约中间，互门徒明白，伫新约中间因有贡献，因有参与。今仔日伫面对咱生命高大，也是服侍困境，好亲像油灯伫要无油啊，咱会当先检视咱佫有啥物，咱有啥物款的温数，咱有啥物款的资源，毋通看你无的，爱看你有的。咱有的虽然真少，但是亲像这个故事中间，只有小小一罐油，交互上帝，上帝使用伊，就当来行真大的新约技术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感觉孤单无力的时阵，请安静落来，检视咱手中还有啥物。接下来，咱来看以利沙安怎处理油无够的情形。伊叫妇人人去往厝边头尾借空的器具，哪济哪好。器具是为着承载上帝的恩典，这互咱一个提醒，咱需要准备好承接上帝供应能力的器具。上帝国度需要真济的器具，通好彰显上帝的能力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人如果家己清起家己，脱离一切邪恶的事，就会当互主所器重，因为伊就已经献互主，为主所重用，来做逐项的好事。咱如果若愿意清起咱家己，献上家己互上帝使用，就会当成做上帝合用的器具，去行好来祝福真济人。咱家己也因为安尼，会当领受上帝所赏赐的福气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器具，咱需要准备好咱家己来承接上帝的恩典。牧师有以下的建议：
第一项就是咱来警醒迫切祈祷，咱来会记住，坐祈祷最有能力，祈祷会当带来改变。咱应当常常为着家己、甲上帝所交代咱的事工来守望祈祷。顶礼拜牧师也分享，这个时刻就是基督徒也爱迫切祈祷的时刻。教会伫疫情的期间有推动一个祈祷网的事工，叫做一五一十，请大家利用每一天为着5件代志，做伙同心，伫早暗10点，做伙来祈祷。牧师团会每一天将需要祈祷的代志以及祈祷文，拢放伫 Facebook 也是Line的群组中间，咱大家做伙来参与，共同为着世界、为着国家、为着教会、为着需要的代志、需要的人来祈祷。相信透过咱的祈祷，上帝美好的旨意会降临伫咱的中间。第二项，咱会当装备充实家己。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被上帝所建立。如果咱也愿意受装备，上帝就重新塑造咱。所以咱求上帝，互咱更加侪的训练甲装备，互咱更加侪的领受。特别伫疫情的中间，咱可能有更加侪时间踮伫厝内，有真侪人可能会追剧、拍电动，也是做一寡什么款的消遣，来将这个时间消磨掉。牧师期待有一寡代志，咱适当的会使。但是牧师要鼓励大家，会当利用这段时间较济来充实家己。咱会当将过去一直想要读，无时间通读的册，搁摕出来研读。有一寡咱过去想要学的技术物件，咱也会当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。特别伫属灵的代志顶面，咱还更加济的追求。然后咱装备好咱家己了，咱应该学习安怎去奉献，安怎尽心尽力去听主服侍主。咱在装备的目的，就是爱被主使用。伫这段安静的时间，咱有更较侪时间去思考未来。咱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。咱将来安怎被主所用？我会当投入的服侍伫倒落？有一寡少年的朋友，可能伫这段时间学会晓更较侪线顶的直播的技术。检查疫情过了后，咱重新回来教会，咱会当投入教会这款的服侍中间。有一寡人可能会当装备其他的技术，将来伫教会中间会当服侍人，伫社会中间也会当祝福人。这是3项建议。最后，咱来看油灯中间的油被充满，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，真重要的关键，就是顺服。咱看见以利沙或者妇人人有4个指示，就去照空的器具，然后转去厝里关上门，然后倒油伫这个器具内底，倒满就放伫另外一边。这妇人人的反应安怎？咱看见着圣经中间，伊一句话嘛无问，无要伊，伊无问讲我这安尼一个器具要创啥？无问讲小小一罐油，靠可能倒满所有的器具，伊无问这个，伊一句话嘛无讲，马上行动。伊接了器具了，转去厝里就关上门，然后母仔囝3个人合作，照先知的指示倒油，因就共同去经历上帝的新力技术，然后将这个油摕去卖，已经够也经济，甲因一家3口以后的生活所需要，真正是上帝祝福满满。伊的经济问题解决，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已经经历上帝是一个通信靠的上帝，这才是真正的祝福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要得到满满的供应。上界重要就是爱顺服上帝的话，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。第一项，咱爱较无上帝的话，咱爱培养咱家己对上帝的话的较无。要怎培养较无？就是咱爱伫固定的时间
透过研读上帝话来甲主亲近。咱有时咱人拢会分段，做一件代志若形式化了，就无真好势。所以咱会当请咱厝内底人，也是咱的属灵同伴，互相提醒、互相鼓励，坚持伫固定的时间来研读上帝话。第二，咱来真认真来读上帝话。咱按照教会安排，每一天会读经表来进行，先读经文，然后会通收看教会牧师所录的每日亮光，也会当参考利用咱每一天每日新眼光的这文章，安尼若持续落去，我相信就无问题。最后一项也是上界重要的，就是咱爱将咱每一天所领受的信息，设法伫生活中间应用实践出来。安尼做，上帝话才会当真正影响咱的生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检查咱这个时刻，拄啊点伫一个相当无确定的时刻，也可能真侪人也拄着伊伫灵性低潮的时阵。牧师期待今仔日的信息会当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将咱伫要高达、要火气的灯，搁一遍充满油，发出光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将你的话赏赐予阮。阮确信你的话是充满快乐，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找肯圣神来感动阮，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安尼去行，互阮特别高达、特别火气的生命。会当重新充满油，发出光，求主帮助阮。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